有可以，必可以，我那一做否定。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妙天。大家今下看到嘅呢個片段，是係基本嘅愛好好同大家稍介分享嘅戲劇按到尺度。今日節目當中非常歡喜嗬，邀請到當中一個導演同演員對節目分享。喺聽佢哋分享以前，先同大家來預告一下，禮拜六4月23號晏晡頭9點，聽說請大家要準時收看客家電視，就會有一部戲劇。伴大家來欣賞哦。講到亞太嘅係唔係當上嘅啲測到啲度，佢都係講乜嘅？而家看到胡炮要當中嘅監獄啲度，佢都係講埋故事呢。先來分享一部戲劇嘅導演，同時佢咪係編劇吳貴恩導演好。大家好，我是赤島導演吳繼恩，然後很高興來到這邊，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部短片。接下來呢，來小嘅嗬，也戲劇當中當有勇氣嘅人物，就係人嘅演員龐思全，思全好。大家好，我係龐思全，我係導演嘅客家人。歡迎兩位都係客家主題嗬，係咪因為安呢，想要用客家話來拍一部片呢？其實一開始沒有這樣想一開始我原本想說要用台語來拍這部短片，但是後來因為原本設定好的演員他突然不行，然後我就想到要找林志儒導演、阿儒導演來演戲，然後就想說，他的母語是客語，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對於我們客家，像我爸媽是客家人嘛，一堆他們的特性的了解之後，就覺得那我來試試看拍客語短片好了。對，古時候就有客家話作為主要，戲劇當中大體就會講客家話啦。對啊，而且我自己觀察到我的上一代，我的爸媽那一代，他們其實都會講客語一定的嘛，然後但也會講台語。因為可能我覺得他們工作的環境或什麼，他們來到異地，他們會自然去學習另外一個族群的語言，所以這個跟我這部片裡面這個角色其實是很像的，就是他們會某種程度比較委屈自己這樣子，所以我就給他們一個條件，說你們跟家人的之間就講一個很親密的客語，但一遇到外人的時候，就會用比較蹩腳的台語或者是華語去講話，這樣子。一係情感嘅部分，用語言來呈現。對。給大家看到嗬，因為畫面底度就係無色同白色，就是黑白的嘛。那整個情境，我會感覺到喺咩情感度，當到嘅發想來講，裡面你只用了主要的3個角色去做串聯，同大家設計一下好嗎？我算是太陽花這個時代啦，就是這個對於政治這件事情比較近期比較猛烈一點點，然後自然而然就會跟家裡產生一些衝突，尤其是我的父母這一代。然後我那時候一直想要用一部片去講這種世代的差異。然後其實一開始我在寫爺爺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其實很想要寫他是很保守，然後很貪生怕死，因為大家都說啊，總不要去惹中國啊，不要這樣子。但是寫着寫着，我好像慢慢的比較理解了我爸媽的想法。其實他們應該是比較在意家庭的，他們放棄了很多東西，比如說理想的東西，他們在意的是家庭的安穩。所以我就想要借由這部片去理解這件事情，然後也去換個方式思考吧。在戲劇當中描寫就阿哥同爸爸就係思全來做嘅同孫呢之間嘅感情我知一部片呢，大家看唔出啲我知叫嘅中心就還係有愛啦。我覺得那個愛還是蠻濃烈的。給思全第一部戲底度你來做爸爸，這個心境跟我覺得你是賦予蠻有勇氣的角色，就是敢於衝撞體制的角色。你嘅心情係用來準備這個？當然，那個接觸這個角色，會覺得他很激烈，對，在他的所作所為很激烈，就是拋家棄子啊，對，然後不顧自己的性命。但是呢，因為我跟導演有工作，他建議我看一些書，然後我自己也去找一些白色恐怖時期的一些資料。
然后里面最有印象一本书是无法送达的遗书，那里面就很多政治犯的遗书，然后可他们那时候写了，死前处决前写了，可是那时候没有送达给他的亲人，那里面都很多就是说，很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走得太远了，很抱歉，来世再报答你的那个恩情。对，就是从这边这个文字，他们遗书，就是看到啊，很被感动，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选择这样子，选择这条路，对，每个几乎都是选的很抱歉，对不起，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儿子，爸爸无法陪伴你成长。对，爸爸去怎样，对，就是在创作角色，当然会一开始觉得哇，如果是我会这么做吗？对，但是就慢慢到那个情境里面，就觉得，如果真的碰到这件事，我觉得他这个是不能用理性去解释他的，可能就已经超越理性了，他们就是有一个。对，就如果我遇到的情境，说不定我也会这么做。虽然我现在在外面看，就觉得好傻，这样浪费一个生命。对，我觉得他是真的遇到了，对，真的遇到了一个就像现在的乌克兰啊、俄罗斯，就是真言独斗真的遇到了你的国家就是被侵犯了，我觉得我相信一些男士或是女士就是会站出来，就是一种。对，一种为一家，为保护一家的家。对。当初我做拖延，你会写安那个剧本哈，你会写这样的剧本，你会思考安那个议题哈。除了我觉得是每个世代之间的语言不同，韩国，我觉得这部片也尝试着去理解了，因为那个大家有看到亲密，你会发觉讲，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不是这么的不一样，我们只是一样，只是选择不同的表述方法。因为之后你以勇敢去讲，等到你低压的时代，有的时候很多人是选择无去讲发好的，因为安尼爱手有懂得的路走得行。不过总买你走得按坚持讲，对我希望透过我的艺术形式的表达，或是我的一个行动来表达我的看法。主要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大概2年前，那时候其实就是香港反送中的时候，然后我每天都在看这个新闻，就觉得，怎么现实比戏剧还要戏剧了？很不可思议，对，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每次写的剧本都觉得啊，这已经有点夸张，就下一秒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更夸张、更恐怖、更夸张，所以就那时候就想说要写看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像世权刚刚讲那个无法送达的遗书，其实我们在感受那些政治受难者，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勇敢，他们很敢表达当时大家不敢讲的事情。其实可是他们在遗书里面却有刚刚世权讲的很多的亏欠感，他们不太会在遗书里面写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怎么样子，我很勇敢，他们反而都是满满的亏欠感。然后这个亏欠感，再加上这个遗书没办法及时传达给他的家属，所以家属其实在这40年来，他们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我就除了刚刚那个反送中事件之外，我就想要加一件事情是，这些的政治犯，他们希望他们家人能记得他，那个记得是一个比较情感上面的，就我不想我被忘记。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会被载入史册，我也不一定，但是我最寄望的是我的家人不要忘记我，然后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就有点想要把这件事情写进去。我听到我非常感动啦，因为本人记得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哈。不过在追求梦想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遗漏了什么，因为有舍才有得嘛。故说做得勇敢行这个路，当中两位，你可以勇敢的做自己的表演，也去懂很多的事情。我只有亚部片诶，没嘟嘟和2位都是客家人，都会客家人，你只会用这个阿爸阿妹的话来做亚部片诶，我表达你这个的立场，是不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导演是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客家人，对啊，我真不知道这主要个。是因为自如导演是客家人，所以才改成客语。我想说是吗，其他人都可以改变嘛，自如导演的话比较多。然后就没有哦，嗰所以也真係很緣分誒。安尼我就要問思全啊，剛剛行即個係客家人，對，個因為阿如導演係客家人，佢規則當中央嘛，大家就用客家話，就福卡嘅話，你又真正用你這個客家話來做戲，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題材跟你的語言，它完全就是一個度後嘅時間，本度到。一定有啊，因為原本是台語，那我就很擔心台語這都講不好的，對。然後後來好險改成客語版，就說雖然我不太會講，現在不太會講客語，但是就是那個語感，那個從細有它如木蘭，對，那種語感很快就可以抓到，所以我們其實花了3個小時、2個小時客語指導，馬上就把我的，就我台詞沒有很多啊，就是狂練習，就我有抓住那個語感，然後一直那個重複的練習，然後就他的台詞就可以從我的深處跑出來。哇！人家都從深處跑出來，因為人做戲嘅時間呈現出來係安尼哈。不過我經過動作嘅手法，要內化之後，他可能會從心理底層，可能你生活嘅經驗，你屋企嘅家庭嘅氣氛，就走出來。有咩那一種，就是講做得本人對做表演有很多無窮熱情嘅色彩。等下呢，請大家聊一下，繼續多進來談導演、談思全來分享，佢哋啲亞部戲劇當中佢哋嘅感受、佢哋嘅心情哦。歡迎大家轉到富喜來嚟，我係 Rita 玉天。今日我哋節目當中為了大家分享一部 Rita 當推薦嘅戲劇，叫做《赤道》。那《赤道》呢，喺禮拜六下午9點是喺客家電視台播出，邀請大家聽出來看，當精彩，咪帶大家來思考你生命嘅夢想、理想、老意義。今日非常榮幸、非常歡喜，邀請到導演、老演員來到節目當中，再次來分享佢哋，歡迎。剛頭先講到嗬，因為每一部戲劇導演當然很重要啊，你除咗係導演，你要監督方面，你還要做編劇，因為這個文本就是從你生出來的，然後你自己去掌控整個節奏等等，還講你還要選角色。其實從戲劇當中啊，之後也就會完全你在前置，你就要把大部分的東西都 setting 好，然後再進入這個戲劇的拍攝。那當後期哈，亞部片呢，當時來選角色的時間，怎麼會選到思全？怎麼會選到其他的角色啊？那時候其實政治犯這個角色，我就想要來找一位不是像對思全不好意思，其實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演員來演啦，因為我希望，因為這個政治犯其實是很中後段才出現的，然後我不希望大家觀眾一看到他說，哎，這個人是吳慷仁，這個人是誰，這樣子一個分心，對。我哋導演講，你實在是無限的可能，因為你沒有被你沒有一個框架把你框住，所以你可以很自由的表演，按你的意思。這樣講哦，也沒有名這樣。對啊，是啊。然後就很自然的想要找像思全這樣的演員，就是有舞台劇的經驗，然後有一點點的鏡頭表演，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擴大海選。然後那時候看到思全的時候，我們其實有準備一些情境，因為我不喜歡給演員試戲的時候是演劇本裡面的，我喜歡看他的特質給情境。然後那時候情境我們是給說，就這個世界假設啊，海水是有毒的，大家都說啊海水有毒，你不能靠近，你摸到你就會死掉。可是思全有一天，他去碰海水，發現它很溫暖、很舒服，而且人不會怎麼樣。但全世界都不相信你這句話，那你因為這件事情被判刑了，你要被處死了，你要在什麼短短5分鐘內告訴你的兒子說，這個海水有多溫暖、有多舒服、多自由。然後我就請他準備一下，然後表演這樣子。然後當初看到他的表演是讓我非常的感動，因為其實這個情境不是這麼好演繹的。然後他又提了他物理的背景，就是伽利略的故事，然後其實可以等下請他分享。然後我們就當初就好，就是他了這樣子。哦，嗰時候表演的時間還可以提出伽利略，這個董卿拿一種王牌出來，你感覺？應該就是我利用我的
那个我的策略啦，我的你的专业背景，应该我懂的东西，因为他就给的情境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知道真相，其他人不知道，那你要告诉别人真相，你有勇气站出来告诉真相，所以我就我有学物理嘛，然后我也对科学史很有兴趣，然后伽利略的故事非常有名，他就是看到天空的秘密，就是大家都相信以前相信地球是世界中心，然后他有一些证据证明那个太阳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看到这个一些证据，然后他就想要说出来。当然那时候也有强权跟他教会对抗，可是最后他在软禁的过程中呢，他也是偷偷的把他的真理、对世界的宇宙的观察真相写出来，传给那个当时的欧洲人，让科学普及。所以我就是利用这个我懂的这些事情，套用在这个情境上，然后导演给我情就是要告诉他我的儿子，就是一定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希望你可以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就故意把这个情境拉到我会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儿子讲一个故事，伽利略的故事，对，希望儿子可以像那样一样。安妮昆磊他是很聪明的演员哎。对啊，因为当初很多演员他们可能只能讲感触，就怎么讲说你要海水多么漂亮，可是他却提了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跟别人讲事情还是要讲出一个故事，大家才会记得。如果你纯粹讲感觉，其实我相信儿子可能一下就会忘记了。所以那时候留下印象深刻是他能这样发挥这样子，然后我们也确实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记得伽利略这个故事。哇，你会找一个真实的事件去验证。对，就刚好就是我有读到的，就是我也是我有感受的这段历史或故事。也给 feature 会播你给，这个机会就是要给。对，很幸运，对，很幸运，对。然后也是很幸运，导演愿意尝试花很多时间，几乎花3个小时的面谈吧，2个小时，就是愿意给演员试。本来我是用台语破的台语念江炳新的遗书，然后是其他场景，就是没有在剧本里面的场景，然后最后再到即兴。也是导演愿意给演员这么多尝试机会，不然我前面做不好，然后后面就没有到前面做不好，但可能就没选上。古松还是你懂会现影哈，像我们在挑选演员的时候，跟投演去讲，你会看这个人的特质，本给题目，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特质的人呢？那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他戴眼镜，然后胡渣很多，然后你就觉得是一个奶泥脸仔的人是吗？对，然后又看到是物理系，就跟我的刻板印象果然是没错的。然后他说眼睛还有点歪歪的，眼睛还是对，现在还是歪歪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大概半小时我就可以请他走了。然后后来的确是刚刚世权讲台语那一段，我们就比较随机一点，因为如果本来不是母语就没关系。那是到了试戏的时候，我其实会看演员怎么准备这段戏。就是我会说那这5分钟你们准备一下，然后我其实会观察那时候他们是怎么投入的，然后我自己是蛮信任说演员在准备的时候的专注度是有的，那自然我就可以跟这个人合作。然后那时候世权的表现出来是有，就是我记得你好像把自己丢到一个地方那种感觉，应该是这是指其他场景的？对，就是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小剧本嘛，对啊，然后就说请你们准备一下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也会观察演员在听我讲戏的时候他的神情，因为以世权来讲，他其实很专注，我觉得专注是所有表演的基本对啊，所以那时候就越来越喜欢到，然后他后来表演伽利略之后就好了，就是他了。演了会按哪个演分哈？跟戏考当中还有做阿公嘅，林志儒导演、阿如导演。所以还里面黑亚部片的，还有一个懂鲜明的角色，非常鲜明的一个角色。这种事有没有偷到给？敖导演一直对他的印象是不能没有你之后嘛，他那时候演一个角色，然后后来又在钟孟宏的导演的作品看到他，然后我就觉得哇，敖导演他可以演出一个很轻松却悲情的人。对，他的确本人也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因为我原本这个剧本这个阿公这个角色其实就纯粹的悲情而已，因为自己的儿子被关在牢里，然后只能跟孙子相依为命。但是阿如导演来之后，他赋予一个很轻松、很幽默的一个特质在，
然后我们就知道啊，那就对了，因为如果只是纯粹的悲情，那不太好看。所以这个角色加了一点点幽默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其实更让人觉得伤心。对，尤其是他在本部片最后一个画面，他有点疯癫的样子。那时候其实不是我指导他的，那时候是我原本没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拍一拍的时候，他突然跳下来，然后挥舞旗帜，然后做出那些表情，我觉得哇，我真的没有选错人这样子。给故事底度还有一个去董春月，去孙呢，就是孙子，好像在讲，不管是我们这一代，N 亚推，你要 N 哈一推，哈哈推，它就是有一种传承的脉络。那时候逸轩其实是我很常合作的演员啊，然后他小学2年级我就拍过他了，然后他现在已经国中了。那时候会找他来演，是因为我想要陪伴这个演员成长，就是我一直跟你一起合作，然后我看着你长大这样子，所以也是一种传承的感觉。然后他也因为演我以前的片子之后，就开始接了一些表演工作，然后我自己觉得很骄傲。所以当然这个角色他本身题材的敏感度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很信任我的人，然后包含他们的父母亲。那很感谢逸轩的爸妈，他们很直接就同意了，让他来演出。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拍一场戏的时候，就是看着他的爸爸被枪决的那一个特写画面。然后因为我们都会有表演指导，我们依照逸轩的特质，原本说，因为我们小朋友的演出的他的当下情绪其实是跟他本人的情绪是要相连的，他不像我们成人说，我现在演难过，我上一秒笑，下一秒我就可以去演难过。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要让他演一种很倔强啊、很生气的样子，其实我们就在私底下一直去推他、去逼他这样子，然后让他觉得现在好生气哦，然后赶快把他推到镜头前面，然后表演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拍了一个 take 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然后表演指导一直说是不是还不够好？可是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一直在那个树丛里面，你就会听到那树丛里面一直在骂他的声音。然后这我没有参与到。对啊，你没有参与到，就是整个剧组因为要很安静等演员，所以你就听到树丛里面那个表演指导一直在骂逸轩。然后我其实当下有点不忍心，但那颗镜头好像真的没有这么好，然后我们就决定那再来一颗。那这次我就让逸轩自己来，我就走过去跟逸轩说：“那你知道要表演什么了？那你这次自己来可以吗？你准备一下。”然后逸轩就说好。然后后来他就说好，我好了，然后他就上去演，就那一刻就是现在用的那个，就你就当下就觉得哇，这个演员已经从什么都不知道，已经到他已经能理解，然后能表演这么好，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哇，其实每一个角色，入到角色底度那个情绪真的是要一步一步堆叠哈。托源跟他分享来，相信大家同其他看到一片呢，你看在当中你会知道讲，无论是哪一个角色。在几个情境当中的时间，你去真眼都得看到亚个角色，这是根据历史史实来拍的吗？对，其实参考了很多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真实事件，包含太原事件等等。只是我把它设想成是一个未来。然后我那时候在写这个剧本，最重要一个核心就是，我觉得如果被中国统治之后，白色恐怖的事情会再次发生。用这样的方法去写下这个剧本。了解。个大家同好奇吼，也戏剧当中怎么用舞拍来展现呢？等下都进来继续来谈导演同演员的分享哦。大家轉到歡喜來咧，Rita 老大家強下來期待拆到兩部片呢，基本嘅討論，老人人時傳來到節目當中，家談幾多分享當精彩哦，繼續來談幾多做咩翕兩部片呢？韓國又得到乜嘅動作嘅分享呢？再次來分享兩位。家下人看到吼，聽到分享，其實 Rita 自家非常感動啦。我相信拆到一部片呢，為大部分嘅視台，然後一種想法，也係講。問大家一種鼓勵啊！嗬，也係 Rita 出嚟問你的，透過嘢問題呢，快問快答嗬，唔是想聽到，唔想買你就講嗬。透過我哋每做啲本我哋行啱人生的，也係應大家要求嗬，我先請問導演，係講
本差斗亚普片的打分数，我怎么可以叫人家打分数？你要给他几分？你知道你嘅作品当中哈，差到零情感度嘅起理，很用诶88分吧。 88，这位懂法的意思。就它其实一直在往下降啊。然后那个往下降的原因是我可能随着年纪成长，越来越看到这部片有一些自己的缺点。然后，但我一直觉得它是很属于我那个这2年的一些作品很重要的养分。哇，好，感谢分享。跟思全呢，唐公也喊你踢一拜。演安呢这样子的规模的影视作品，算是你目前演过最大制作的。对，哇，那一定就是95分。哎呦，因为就我自己来说嘛，给唱文给5分只有哪戏耶？5分哦，应该这个5分可能就我自己表演来说，我觉得可以再加强的部分就是从眼神就可以透露出儿子跟爸爸的关系。对，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再有爱一点。哎呀，因为太凶了。其实你还蛮做过爸爸。对啊。就是还蛮感觉到也给父爱。对啊，但是就是要想办法演出来。对。哦，也是真实的心情哈。个唱文呢，还讲再一次比你分享哈，在这部片里面，你们觉得遇到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最困难的，收获最多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哦。最困难的，就我而言，最困难的当然是因为我的出场台词戏份比较少，而且又是密度很高的，就是情绪密度很高，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呈现出这个角色的一些之前的东西，或者状态，或者是痛苦，或者是他受什么折磨。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压力的，在拍摄现场我就是战战兢兢，因为拍完我就不要吵我，就在旁边不要吵我，然后旁边那个人在帮我工作人员帮我扇风啊，我不敢跟他们聊天。对，因为那个我那场密度太高了，必须很专注，对，就不敢掉眼睛这样。唐共亲迷 keep 释权这个很激烈的镜头的时候，导演就觉得说啊，真的是选对人了。对啊，因为他没有很有名啊，所以工作人员都会，因为他的拍摄期是比较后面，然后其他工作人员都跑来问我说啊，演政治犯父亲的人是谁啊？是哪个演员？然后我都说啊，你们都不认识，但你们他一表演就知道了。然后也的确拍完他那一刻之后，就蛮多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说啊，真的。可是那段激烈，他们还没看，你也没看过啊，你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选你啦，对啊，所以就一定会有他的能力在。然后对啊，哇，刚才这个还蛮感人的，其实我给雄心。对，因为他也试戏的时候没有叫我试那一段，这就是前提的，那一段。也就会让人很惊喜的地方。跟你之后收获最大的黑马给我吗？当然就是以一个，因为我是剧场舞台剧演居多嘛，当然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有规模，然后长期有几天拍摄的，然后有完整的化妆啊那些啊，就是知道要参与一部影视作品。我能做什么？我能贡献什么？对。然后后来慢慢又知道啊，演员其实在影视作品只是一个导演的素材，它后面有剪辑，有声音，有配乐。那剧场演员就是一气呵成嘛，你可以掌控你的表演，你可以掌控你讲怎样成。可是呢，镜头的话，影视的话，就是说话权有导演，有剪辑，有其他的都了解然后慢慢理解这个影视的这个产业，这个影视这个都某穷庸，对，不一样，慢慢那我收获很大这样。哇！虽然我演很多片段，可是最终还是交在导演还有剪片的人身上。我觉得做导演可能就像备料吧，我觉得演员他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材料，一个食材。可是那个食材当然是越好，能煮出来的东西越厉害。所以，其实我在挑选演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能给我怎么样的食材，怎么样的这样的品质。那我觉得视选那时候就是可能是从便利商店一直要跳到高级的时代便利商店，没有啦，开玩笑，就差不多是这个。就我那时候觉得啊，这个事后成品一定是非常太优好吃质了。对。给讨厌你这个 hip 亚部片呢？你说这2年差不多是你的状态跟心境在这部片说出来哦。跟你说 hip 亚片的时间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那也让你觉得斩获很多的地方。其实我那时候觉得最困难是，工作人员跟演员其实加起来大概有30-40个人，然后他们愿意演一部这么政治敏感的片子，因为其实我们做影视的，大家一直被提醒说，未来如果要去中国发展的话，因为毕竟那边很多资金，你不能太过表态，所以我找的这群演员都是很信任我的人，那他们也遇到这种情形，然后我怎么把他们的信任放在这个片子里面，总不能他们信任我，然后片子出来的成品是不值得一提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这样子，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能愿意信任我啦。鼓手，这也是你最顾忌，但是也是收获最多的。对，被信任，被信任，对啊。然后他们相信我说出来的事情是真实的，也是正确的，这样子。真嘅恭喜啊！因为要完成一部片呢，加像思璇讲的，其实其走演这样发觉有这么多的环节，当然偷演这个你又要成为这个说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还要负责他出品的人，系无？所以也要压力喺动态的吼。不过迄个大家天天出去观察到的吼，迄个观察到要送给大家一段话的话，导演会想送给大家什么话？希望大家一直记住这些事情，然后一直知道自由跟自由是难能可贵的，是不能放弃的。系吼，给思璇呢？坚持自己的理想，即使现实很残酷。哇，讲落来都係非常有夢想、有理想的人哦。當然，我想你追求夢想的過程當中，一定可能會跌倒，會失敗很多次，也係挺挫敗的嘛。不過迄個要堅持，有一日就會行到你想的迄個地方，真正係上心安尼啦哈。而且透過這部片呢，2位應該都收穫很多。這都是看的時間，我就想講，這部片呢。選角當好，題材咩當貼片，也做得講符合一下國際社會大家嘅視角。不過他有啲，你做乜你貼片呢？你為什麼只用黑白的色調呢？因為黑白對我來講有一種很未知的感覺，因為我希望，因為我畢竟在寫一個未來世界，那個未來世界是恐怖的，我就想要呈現它，就算是連空氣都很不自在。大家在活在这个环境是很拥挤、很不舒适的，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用黑白来呈现是好的。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制造一种矛盾感吧，因为黑白大家一开始都会想说可能是跟历史相关，比较讲以前的事情。可是我这部片却是讲未来的，然后大家就会借由这些线索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在看未来还是在看过去？所以就会有一点把我的主题给叠合起来。鼓手，你希望本大家。从古到今，头摆的事情可能没未来的事情。对，没错。跟我同好奇哦，思璇刚讲好，呀，你替白了做案那个戏，然后你第一次演这样子大规模的影视作品，那你自己在投入的时候，像导演说，又是过去又是未来，你自己怎么样拿捏在你是那个政治犯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演员演的就是人嘛，那人性是普遍的。那就算是伽利略，他也是面对强权，他也是人嘛，人性嘛，就是当我们没有力量面对强权的人，他会展现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对，不管是过去或是现未来的。今日节目当中啊，只有談到當到嘅理想夢想，還有談到人生哦。今日真嘅非常歡喜，有請到討厭，還有思全來到節目當中分享，未有請大家記得聽錯愛來收看測到哦。再一次感謝兩位，感謝。希望大家嘅收看，有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線上來做運動哦。希望大家再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